大家好，我係大志在。今日咧有個學生就問貪財呢個念頭咧可以點樣修行？咁其實咧，如果真係想要完全咁樣解決貪呢個輪迴課題嘅話咧，首先呢件事絕對唔係一個窮人能夠做得到嘅事情，因為咧要將貪完全去根絕咧，首先要擁有嘅係財富。當你擁有咗至少唔受吃喝，甚至係巨額嘅財富底下，你仲願意去放低呢個財富，願意去回歸自然，回歸一種平淡嘅普通人生活嘅時候，咁樣先至真正咁能夠解決貪呢個問題。因為佢曾經擁有過，而佢唔會再俾任何新嘅財富或者比以前更高嘅財富所影響，因為以前都已經有足夠多，佢都依然不在乎，依然都覺得冇任何嘅誘惑能力。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，佢先至能夠可以好好咁樣安於淡泊名利嘅生活入邊。咁雖然講巨額嘅財富係有啲誇張嘅，咁但係至少如果你仲係一個要為生活而去算計，仲係要為一份工資去糾結嘅話，咁其實你係好難去解決貪呢個問題嘅，因為只要俾你去碰到更多財富機會嘅時候，你嘅貪念就會出嚟。咁所以咧，修行都係有階段性嘅，每一步我哋需要做嘅嘢都係唔一樣。咁當然啦，有一啲人咧，佢目前生活唔可以話覺得好豐盛啦，但係佢至少嘅貪念亦都冇咁大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叫佢修行嘅話咧，或者同佢講一啲關於貪呢方面嘅一啲觀念，其實人哋係可以即刻接受嘅。咁呢個原因係乜嘢？呢個原因就係佢過去曾經都修行過，有一定嘅根基，所以咧佢聽起嚟同埋做起嚟咧嗰個程度咧，同普通人係有啲唔同。相反啦，如果有一啲根性唔足夠嘅人呢，我哋唯一能夠做嘅方法就係令佢了解更加多嘅天地大道，令佢明白更多嘅規則，令佢睇到足夠更加多唔同人嘅一啲案例，令佢逐步咁減少貪念，有修行嘅心，咁樣先至可以進行一個刻意練習。因為如果佢連認同都唔認同嘅話，咁點樣去練習，點樣去改正呢？所以起碼首先要解決呢個認同嘅問題，先至可以去進行進一步嘅修行，去約束自己嘅念頭。然後再將呢個念一步一步咁收走，咁但係始終要根治嘅話，一定係先擁有再去修無。所以修行好多時候啲人話要空，其實你未有又點會去空呢？如果大家真係想同貪念進行對抗嘅話呢，就一定要修行自己嘅粉色光，同埋多去利益眾生。當我哋去利益眾生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得到法喜。通過法喜嘅力量，我哋就有對抗貪念嘅資本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咩係粉色光嘅話呢，就請睇翻我哋上一期嘅節目。